周五好，紐約今天發生了什麼？這三件事影響你的周末計劃和出行。三件你必須知道的事。第一，周末要變天了。氣象局發佈預警，周六晚上開始紐約可能會迎來一場濕雪或雨夾雪，氣溫也會驟降。周末有出門計劃的朋友，記得把羽絨服和雪靴準備好，注意保暖。第二，每日搭地鐵，你要睇。MTA 宣布下周起，將喺曼哈頓同皇后區另外5個繁忙車站擴大試行月台安全閘門。雖然有爭議，但睇嚟呢個真係未來趨勢。大家搭車時記得留意新動線。第三，呢個週末去邊好？不畏寒冷，馬年農曆新年慶祝活動提早開跑。呢個星期日，華埠會有盛大的鞭炮慶典同文化巡遊。想掌握最在地的紐約生活資訊，記得按讚、訂閱我們，注意保暖，週末愉快，下次再見。